哎，不是我来晚了，是你司机来早了。哎，你今天这么晚了，这是你要说的档啊？范大爷，你看我这身打扮，冒充等你去吗？什么冒充？我看今日全是个夜神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同喜，你妈叫我一清早到这里来等你，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啊，我妈要我来对你说。是什么？是啊，是你下午要来，可是我要去唱堂，我不能陪你，所以叫我一大清早就到这里来。可以我你多说一位话。啊，那我们是些什么呢？这。范大爷，你家中关于什么事？啊，想我你就是这句话，上次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家中关于老母亲，知了母亲关于谁？死了母亲，家中有第三生啊。上帝进门的家中人。家是我上的八亲戚。哎呀呀，谁问你定亲不定亲？分一定上分此心。哎呀，随便问问，你不要紧了。对对对，既然不要紧，我已来同门，分你家中有没有上帝进门的家中人？我是你早才知道了，你往来问我，你知道？不，那我们来实行点，给你吧。行，你今天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与我商量？啊，谢公大的空气，不好意思啊，真好哦。怎么有事情跑起来了呀？东西，你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说，我只要能办到的，一定尽力去办。范大爷，这话我妈不好意思对你说，要我来说。哎呀，这里没有问题，你尽管说吧。范大爷，我们所知开完城，莫修一头难长，不知为每年生娘为艰辛，娘我承诺一辈子在天桥成绿马，才愿做与娘的大夫，不知我要我去领主场，为跳出地毯登楼岗。只需要自己家头天在模样，不告来我们娘爱女，只好与他也来相商。原来为了这事，你要多少？啊，就结果10块8块吧。 10块钱有了吗？啊，我不要了，怎么不要了？你不愿意，你们看起你放。
从小把开门家是当金句，天骄美几岁辛苦，清华生涯日子有，上到那落子馆里去，满身钱，真的长生死绝。电气碰上金黄虎，多少人在用自己不在救，观众承诺绵羊年，小衣裳到宽到头，姑娘啊，我是我到这里难言受。非叹故兮恨有恨。